后来今年有真侪企业公司因为要来防疫，拢无要办买价，互袂少的艺人是减碳买价财，但是嘛袂少的艺人是主动来杀掉着今年的买价场，像这个蔡依林最近咧筹备新歌，就来杀掉5场，张惠妹杀掉4场，啊五月天嘛因为农历过年后还佫有演唱会，嘛无来接买价。另外，鸿海集团公布着买价演唱的歌手，有萧敬腾、有阿令等等大咖的歌手，而且要改伫个线顶来办买价。金曲歌王萧敬腾跨年场要来 rock 狂嗨，要继续唱到买价。鸿海除了邀请萧敬腾来唱歌，阁有另外一位大咖歌手阿令。新生代创作歌手陈零九嘛伫鸿海买价名单，只是今年因为疫情，鸿海2月初6举办的买价会用线上直播的方式来举办，引得银行调查上班族上期待的买价歌手。天团五月天连续8年拢是冠军，所来是蔡依林和萧敬腾。不过因为和五月天农历年后阁有演唱会，所以继续买价。蔡依林除了准备新歌，阁准备年后要来小巨蛋开唱，所以嘛杀掉5间厂商的邀请。天后张惠妹去年敢若唱鸿海买价，今年4场活动全部杀掉。JJ 林俊杰嘛，因为演唱会无要接买价，虽然大咖歌手拢无要唱买价，不过愿意接来唱过去主持买价活动真济。黄子佼就讲1月是伊史上上赢的时阵，号角响起，曲爱玲、艾利克斯、蒋伟文等等活动落红减少1半以上，嘛变做疫情当中另外一款的受害者。